细心是什么？是指无有什么？嫉妒的心。嫉妒的心，应当以各种方便，什么？修炼自心，想方设法，什么？使自相续不生起嫉妒的恶心，尤其是佛子菩萨们发心利益一切众生，要将一切众生安住于暂时之人天果位，与永久安乐圆满正等觉的果位。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每次在观修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祈愿呢，相当也是回向一样的。我们的目的，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修持的目的性，怎么会对众生因各自业力而获得到维护其位的功德，受用心生不喜呢？若自相续，必嫉妒蒙蔽，死后并不见他人的功德，自己积累严重的罪业。从前至尊弥勒日巴福德圆满，事业广大之时，法相师达罗升起嫉妒心。原来我知至尊无论如何显示神通神变，他不但不起信心，反而回身邪见，并对真子进行诽谤，结果后世转生为一大恶魔。这个是弥勒日巴尊者的时期的。还有一位法相师扎普瓦格西下毒暗害至尊弥勒日巴，也是因为嫉妒心，所以对于具嫉妒心人，即便真佛出现，也无法引导他们，因自相续为嫉妒所蒙蔽，便不见他人功德，因不见功德，便并不胜丝毫信心，因不胜信心，便不能开为大悲与加持之法己。如迪婆达多与善心比丘二人都是世尊的兄弟，他们二人因嫉妒扰乱相续，所以对世尊生不起稍许信心，因此尽管一生在世尊身边，世尊也无法调伏他们。这些都是嫉妒心的严重后果。所以就前面已经有讲的这个。对，曾经就是在弥勒日巴尊者他的这个福报最圆满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个他的修持的整个的过程当中都会很辛苦嘛。那最后他得到大的成就，然后真正的成就，然后最后呢就是他的名声各个方面非常大的时候，那就肯定就是在这个一个当地来说的话，那他的那个怎么说呢，修行圆满，然后就更多的人就是追随他。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又同样的有一位叫那个洛丹根登本也是肯定就是一个修行人，而且是修行人当中呢，他就是一个一样的，也是一个导师也讲师，导师讲师都一样嘛。就像那个从实践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怎么说呢，教书大教书。那么在我们佛教的这个用词上来说到，就是那就导师或者是讲师，能够可以给人家讲法的这样的一个导师然后罗敦跟登本还有热顿达玛入住他们两位呢就是有一起商量，就是说如果是弥勒日巴尊者从我们的这个地方不把他赶走的情况下，那将来我们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们这样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们找了一些法相师。法相师是什么？就是相当就是以
自己的智慧跟法相而那个研究佛法，佛所讲的每一个词的内容，就像用辩论的方式的，那都是佛教学者那么在学问上来说到，就学问非常高的那种佛教学者。那么这个他们就找了派了3个这样的人，特别有学问的3个人去，那么就跟密勒日巴尊者辩论，用辩论的方式，那让密勒日巴尊者要赶走。那么密勒日巴尊者一生修持成就，在马尔巴大师跟前呢，他也是接受了很多的灌顶巧诀接受了这些灌顶的巧诀以后呢，他就是真实的去实修了，但是并没有说他是上了哪一个佛学院，那么就是跟是哪一个什么那个堪布什么的，就学习了什么论这些的，没有这些故事。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呢就是把密勒日巴尊者从这个地方赶走，他就是用这种辩论的方式，用法相的这个诗他的这种学历跟智慧那么能够可以是胜过密勒日巴尊者是，那当然就是从一个一般的人讲的话，那就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所以但是那3位法相师呢，就是一直对他进行了辩论各种各样，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胜过密勒日巴尊者。最后呢3个都是变成密勒日巴尊者的弟子，然后呢就是都是在真正的观修，他们都是知道了过去自己的一些的这个傲慢跟一些的行为是不对的，那么就是从此就是改变了，然后跟密勒日巴尊者接受了很多的这个苦传，然后真正的实修以后了，变成就非常殊胜的弟子如同狮子般的非常殊胜的弟子。后来有一次呢，就是在当地有一个大的聚餐，那这个时候也是有邀请了密勒日巴跟他的密勒日巴的眷属，然后同样的也是有邀请这个洛丹跟那个拉段2位也是一样的有邀请到。那么在这个聚会的现场呢，就洛段呢就是对密勒日巴尊者呢就是有当然本来就是不尊重嘛，而且是有嫉妒心嘛，所以经过一些的讨论跟一些问题，就是想要在大众面前呢，就是故意就是怎么说呢，要争密勒日巴尊者。所以呢他就为密勒日巴尊者说，你所谓的真实的成就者是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密勒日巴尊者是完完全全是大的成就者，所有的人都是非常赞同他的功德跟成就，然后他真正的就有成就的。但是呢，因为另外一个呢，法相师他虽然他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导师，但是呢，他的嫉妒心，他没有真实的羞耻，所以呢，就他只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学问，所以就是有很大的傲慢心，然后同时呢，看不起来真正的这个大成就者的这个功德，他只是看到这个书本上的一些的这个理论上面呢，就是都是会那么哪一个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就是另一个逻辑那就是不成立，那这个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名词，它的智慧是这样，那就是另一个智慧就不存在，或者是可以破坏它的智慧，有这种成立与不成立，这样的一个一直辩论辩经这样的一个思想当中，那没有真正的去修持的情况下，当然没有太多的这种静观心，也没有他人的这种随喜赞叹的这些功德，所以他就根本就认不出，好像看不出密勒日巴的尊者的功德甚至他有想要把那个地方就把那个密勒日巴尊者赶走的一个这样的想法。虽然是修行人都会有这些的嫉妒心的一个蒙蔽了他的本身的这个很好的这种因缘的基础，所以人都会这样想，一个区域的人都会想这是我们的地方这是我们属于我们的。但是你走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地方还是存在的，也会有另一个主人来一样也是想这是我的地方。那过去你不存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有这里就很多人都是认为这是我的，但那些人都已经离开了，
但是这种的无常谁都不知道嘛，所以他们都认为就是把弥勒里巴尊者不赶走的情况下，影响到他们的发展跟他们的这个民生等等这种想法，他排除辩论的人都没有办法胜过弥勒里巴尊者，所以而且自己就变成了弥勒里巴尊者的弟子。那么接下来今天呢，他自己就是在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就是问弥勒里巴尊者说：“您说说真实的成就指的是什么？”那么弥勒里巴尊者说：“跟真实的上师前，结束真实的窍诀，然后真实的真实的清净心跟真实的精进心，精进心跟清净心，在清净出真实观修，然后最后获得真实的成就。那么真实的功德珠就护持真实的恭敬处。那么这全部都是真实的，相当于就是所谓的真实的成就者，他就像所谓的真实这两个字，他当初就是拿的就是真实这两个字来想要调拨弥勒里巴尊者嘛。然后弥勒里巴尊者说真实的方面他就不讲太多，只是讲真实的上师跟前结束了真实的窍诀，然后真实结束了窍诀以后，也是有真实的想要修持的这个精进心，然后想要真正的修持修持的这个精进心的时候，自然而然会相处修持的这个怎么说呢地方安静处，就是清净处那么就是相当弥勒里巴尊者一得到窍诀以后，他就是去没有人的地方自己一个人修持嘛然后因为这样真实的修持的结果，那得到了真实的成就那么这个真实的成就得到，然后同时也是有真实的护持者，护持者就是真正的对修行人有真正的这个护持的心，那么在真正的作为护持的对境是真实的对境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就是都是真实的故事，而且真实的事实。同时你真实的祈求民生者，祈求民主，就是对对方说你真实的需求民生然后呢就是升起真实的嫉妒心。因为你来说的话，真正的是一个真实的需求你自己的民生，然后就从内心当中也是升起了真正的嫉妒心，是真实的嫉妒心会导致在真实的地狱，你真实的升起了这个嫉妒心的这个因果嘛，会导致会出现真实的地狱，然后在地狱当中呢，就是受真实的痛苦。所以这样回答了，他也没有什么话讲了。然后同时呢，他就是弥勒里巴尊者把这个是用道歌来唱出来。然后另外一个他的一起来的就是有一个叫罗端嘛，另外一个叫达罗。那么达罗呢，就是对尊者说就是有相关因感相位因，相为就是不同的没有关系的，相关就是有同样的关系的。然后这两个呢就是贤恶物因相位因相关因贤恶不物因，就这三种的分别。他就说您说一说这三个的分别相关因是什么样的，什么所谓的相关因是什么，相位因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贤恶不无因是什么。他又这样问的时候呢，就是将法指的心跟佛法相反，相当就是在导师跟佛法导师的心导师的相续跟佛法相反，这就是相反因弥勒里巴尊者对他说，他就是说所谓的相关因相位因这些是什么？那他就说导师呢指的就是对弥勒里巴尊者问问题的那个人。
那当然这没有说是你，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的就是他。他也是一个讲法的一位，讲法的人跟佛法，讲法人的这个相续跟佛法那么就是背道而驰，相当就是这两个就是怎么说呢？不同的情况下，那么这就是相位因讲法执的本性跟佛法相反这跟烦恼有关系。他是说，因为这个为什么相反？因烦恼产生的所以这也是相关因。所以就是这个是有关系的，跟什么有关系？跟烦恼有关系的，所以就是相关因相位因来说的话，就是导师跟导师的相续本性跟佛法是相反的，这是相位因然后呢就这个引起的原因是因为烦恼，所以跟烦恼是相关的，所以这也是可以说是相关因。但是以修行人的形象所以具必为相位及相关二者。所以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像比如说导师的本性跟佛法是相反的，原因是什么？因烦恼产生的，所以跟烦恼有关系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修行人是一个修行人的影像而已，它只是影像，所以就是这两者都是可以讲的。也是一个修行，好像是一个修行人，因为他的影像是修行人，但是本性不是修行人，所以就这两者都是可以说是一个这样的人可以具备这两者的这个，相当于就是相位及相关二者。他就是说相关是什么？怎么说呢？相位是什么？然后相位跟相关这二者的关系，他都是问的是这三个嘛。所以呢，实际上来说到呢，一个修行人，他呢就是只有一个修行的影像。从简单讲到就这样。那这样一说的话，他也没有什么话讲。然后最后呢，他就是升起了对弥勒日巴尊者的信心。然后后来呢，就跟弥勒日巴尊者接受了很多的口诀，然后就真实的修持，那么就变成一个非常殊胜的弟子。自本作人着康着我